啊，讲注这个预防射注注咧，若是有副作用出现着不良的反应，政府是有救济哦。若是注疫苗致死死亡，或者是极重度的障碍，上悬痛啊领600万。目前有1、2间的产险公司推出着疫苗的保单，金管会讲会赶紧甲审核过，通互民众会当来投保，加1份的保障。 疫苗来啊，要要注还是唔注，这边怎处理？疫苗风险是关键。有1、2家公司有在谈这样的一个保险，目前正在处理。目前有保险公司准备要推出个人医疗费用的保险，也就是讲，若是投保了后，注预防针若出状况，有保单会再负责医疗费用。金管会嘛答应讲会赶紧审查，其实疫苗险未实施前，注预防针若真正有副作用，本来就有保险。 救济办法都一直有，而且运作都一直很顺畅。而且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给付办法，注预防射造成死亡，也是极重度的障碍，上济会使领600万。就算无都确定讲甲注疫苗有关系，造成死亡，也是极重度的障碍，会使领350万，轻度到重度毛250到500万的给付。民众若是有投保，会使给付住院治疗费用的防疫保单。 拄到疫苗副作用，不得不入院，共款会使发挥作用。伫疫苗成为控制疫情中心点进前，免让民众会安心，更有意愿去注这个预防针，政府真正都要加用心。